但是日子真歹过，互人俄罗斯国票女王的艺人刘真，新历2月初传讲因为心脏主动脉瓣膜伤过的问题手术，结果无顺利，都要到叶克膜来急救。传讲已经转入去动镜头加护病房。因翁新娘经纪公司头家吴宗宪讲，新娘即马当咧病院，刘真的经纪人嘛发声明，叫大家做伙替刘真加油赞声。刘真的状况现主时嘛，互一寡迷众感觉足烦恼。 这个就是那个我最新出的舞蹈教学 DVD。OK， 好，舞蹈教学 DVD 这个部分都还很合理哦，对不对？因为舞蹈本来就需要教学，可是重点是你又不厉害。国标女王刘真伫咧节目顶悬甲主持人搭嘴鼓，观众看了是笑嗨嗨。过年前，伊阁来录舞蹈的节目，展出真精彩的舞艺。无想到浪一个月，却传出因为心脏的问题，住院开刀，但无顺利来装叶克膜急救，阁传出已经转入去动静加护病房。 吴宗宪讲话，等因家己来讲，这颠倒互外界是更较烦恼。经纪人一开始表示联络袂到刘真，但一直到半暝啊，才雄雄来发出声明，表示讲真歹势，互大家烦恼啊，请大家体谅刘真厝内人的心情，甲伊个人的温思，嘛希望大家会当替伊来加油。等于是证实伊住院的消息。根据了解，刘真手术了后，住入去台北荣总的加护病房。刘真本身就有先天的心脏主动脉瓣膜较下小的问题，这种毛病一般有2种手术的方式，一种是来换人工的瓣膜，无就是爱来修补瓣膜。但因为头一种的手术，就爱一世人来食药控制，就有传讲刘真因为想要搁再生一个囡仔，所以才会选择修补瓣膜的手术。无想到，却传出伫咧手术的过程当中，心跳来停去，搁来装叶克膜急救。 刘真随着音乐跳舞、展示国标舞的专业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但是如今却传出手术以后装叶克膜来急救，外界嘛干那会当替伊来祈祷，希望国标女王会当早一日好起来，搁再来展示曼妙的舞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